即使临近悬崖，老头也没停下前行的脚步，直到无路可走，他才被迫终止，只因有只飞速移动的大长腿在追击他。此时对方看着兰达博士直流口水，而他便是泰坦巨兽中的长腿母怪，他具有恐怖灵活的杀伤力。没办法，兰达只能将帝王笔记丢入大海，随后坦然等待死神的到来。这时他脚下的岩石开始震动，原来这里还卧杀着一只大闸蟹。他把长腿母怪物认为是抢地盘，于是现身与对方大战在了一起。这下兰达总算保住了小命，可就算不被吃掉，他早晚也会被活活踩死。幸运的是，巨兽都是倔脾气，谁也不愿服输，最终两者同归于尽。只可惜帝王笔记早已被丢入大海。40年后，凯特与健太郎破解了笔记的内容，试图找到失踪的父亲秦泽教授。但在破解的同时，帝王组织也接收到计划被开启的讯息。其实帝王笔记才是帝王计划的核心，里面记载着泰坦巨兽的起源，以及如何避免人类生活在恐惧之中。然后拉姆未经批准，私自带上懂日语的杜瓦尔去抢回笔记。他们劫持了凯特，拉姆无心伤人，只希望能哄骗出笔记的下落，毕竟那东西只会给他们带来灾祸。由于特定环境促使凯特陷入旧金山大战的恐惧之中，当人过于恐惧，情绪就会失控，导致车内的人对局面无法控制。之后，凯特率先清醒，逃离现场后，他第一时间去找了小梅，想确定笔记有没有被抢走。临近门口，他就看到帝王组织在翻找东西。此时，小梅将他拉到一边，因为笔记的内容惊人，小梅早就猜到会带来麻烦。1个小时前，他就让健太郎拿走了笔记。不过，很快拉姆就找到了健太郎。如今他已经失去耐心，他用强硬的态度逼迫健太郎母子交出笔记。拉姆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健太郎的母亲情绪平和，示意让儿子交出他们想要的东西，无形中将一张照片交给了儿子。明白一切的健太郎承诺说马上去拿，而母亲特意用蹩脚的英语拖住他们。当拉姆看到遗像，知道健太郎是秦泽教授的儿子后，便不淡定了，马上开始追捕。可此时健太郎早就带着笔记跑远了，而照片上的人正是帝王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肖尔中尉。但如今的肖尔是个连修剪盆栽都需要用放大镜的老人，虽然素未谋面，他还是答应帮凯特找到父亲，毕竟从三浦惠子那里，秦泽教授还是自己的外甥呢。不过小梅竟发现树上隐藏着微型摄像头，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养老院。此时肖尔也摊牌了，亮出脚上的定位器。其实多年来他一直被帝王组织囚禁。紧接着他弄掉了脚上的定位器，丢进河里。这就意味着从这一刻开始，他们只有60秒的平静。肖尔似乎早有准备，他能准确找到园区摄像头的视角盲区，最后在被发现的同时逃进一辆五菱荣光。而他却意识到一个新的问题。Okay, where's the key go? Oh my god.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drove? Hey, if it floats, flies, or runs on 4 wheels... Okay, foot on the pedal, press the button. Button? Yes! 果真是人才只能拼命工作，而天才却能轻松突破。肖尔觉得开车比开飞机简单多了，即便前路行不通，他也能另辟蹊径寻找新的路线。然而小梅却非常怀疑肖尔的真正目的，明明早就可以摆脱组织的控制，却被关了这么多年。另外，肖尔起码有90多岁，为什么看上去还是这么年轻？这些疑问在之后的剧情里都会揭晓。由于要躲避帝王组织的追踪，他们只能乘坐货船前往南韩的浦项市，取回藏在那里的古董飞机，随后赶往秦泽教授的失踪地点——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巴罗村。同时，这也是因纽特普金人的居住点。但飞机遇上了强气流，最后只能被迫选择用脸着陆。幸好大家和飞机都有惊无险。健太郎在降落点附近发现父亲的飞机残骸，死去的飞行员并不是他们的父亲，而旁边的帐篷里找到父亲生活过的痕迹，很有可能他们的父亲并没有死。这时驾驶员竟发现断裂的机身上有巨大生物留下的抓痕，想必怪物就在这附近不远。另一边，肖尔的突然逃走惊动了帝王组织的高层，他认为肖尔必定酝酿着一个巨大的阴谋，因为他是帝王组织创始人中的唯一幸存者。